吼求生包，主要是吼咱拄着咧地动拄着危险时阵吼，要安怎保护家己？啊，歹仔一定要选这种双边啊，啊，这吼重量才会当平均，啊，行的时阵吼较轻松，啊，嘛会当吼带搁较济物件。请问小朋友，手电啊，是安怎要准备这手电啊？因为阮爱找路，找路，无电，停电啦。哦，停电的时阵爱找路、找物件的时阵，就爱用这手电啊。BB 啊，就是互人知影你伫倒位。啊，互人知你伫倒位，讲了真好。因为上次花几百步拢无人听到，熟悉多啊！少声个其实手电嘛是会当用了开啦。互人知影我伫遮，会闪光灯闪安尼。对，行动电源。啥物人知影？手机啊充电，互人别人来去救。哦，手机啊充电，啊你会当打电话叫别人来甲你救啦。对啦，乡若无电会使用到。摊啊，这摊啊！这摊啊，这是专业的。有时阵地动发生伫咧冬天啊，足寒的时阵，咱就会当用这个摊啊，甲家己后包掉的，啊才袂失温。嘿啊啊，无这专业的嘛，袂要紧，你会当用一般无穿衫啊啥。